总统赖清德马里的国庆大典发表着伊就任了后第二届的国庆谈话。总统以先进的力量、六大关键力作为演讲的核心。伫个国防议题方面，总统来宣布要打造类似以色列的台湾铁穹防空系统。总统早起的国庆谈话讲到台湾51届，讲到中华民国3届，讲到中华民国台湾2届。总统嘛，甲中国来发话，爱体现着大国的责任，共同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。历经千辛万苦所打造的民主台湾，正是台澎金马2300万人，在这个世界最明确的定位。总统赖清德上任第2摆国庆谈话，为戒严维权讲到民主化，佮讲到牵动台海局势两化论述。民主台湾是印太和平稳定的枢纽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，将致力维持现状，保护台海和平稳定。强调依期现状，同时嘛甲中国来发话。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的责任，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2战历史文件，并且放弃以武力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。透过新的国防预算，我们要达成3大目标：第一，加速打造台湾之盾 T-Dome， 建构台湾分层防御、高度感知、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。宣布全新战略，打造像以色列的台湾铁穹防空系统，建立全空战空防，强调和平爱靠实力，展现守护国家决心。赖总统谈话讲到51摆台湾、3摆中华民国、2摆中华民国台湾，详细列出3大战略，包括扩大投资台湾、加深国际经贸合作、打造产业护国群山。除了俄乌战争、中东局势动荡，以及中国持续军事扩张，在经济与产业上，也有美国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，但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。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由3.3%大幅上调到5.1%，是亚洲4小龙第1名，也超越了中国。最后，赖总统嘛讲到马太鞍崩山湖崩花以后，伫花莲光复的沙条超人。这场自发性的全民运动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，也将让全世界的人记得，台湾那一个小小多山的国家，是何等的有爱心，是何等的伟大。赖总统嘛讲，未来会带领国家团结勇敢向前行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